女人正给患者做心理检查，而患者的3个孪生兄弟也得到了数据同步。一瞬间，他们心跳急促，血脉喷张，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天生拥有特殊感知的4胞胎，他们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思维，但又能随时将意识共享，就连生活习惯和言行举止都可以做到无延迟的相同。在抓捕过程中，以一当4的能力就极为好用。其中1人留在七魁总部洞察目标的行踪，其余人就可以通过感知共享实施抓捕。然而这一次，他们抓捕的对象也与众不同。卢加特是一个贩卖变种人的财团，被卖的纳奇姆竟在押送的过程中逃跑了。如今七魁只要找到他，就可以为国家捣毁卢加特的老窝。在视觉同步的情况下，很快他们就锁定了对方的大概位置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将会发生。同来的警员率先发现了目标，看对方个子矮小，就不听他人的劝阻，擅自出手，结果就是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给他。Where's the target? Where did he go? Who are you? None of your business, fuckbag. Where is he? Where am I right now? Did you bring me here? 只需几秒钟，警员就被抹除了记忆，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姓什么。而多次逃跑的纳奇姆却转身找到同样是七魁成员的爱丽丝，因为他曾受人所托抹除过对方的记忆。如今爱丽丝正为调查自己失忆的事而发愁，听到他的话更是惊掉了下巴。经过了解得知，一个叫布朗文的女人带他来的英国，并承诺可以让他加入七魁，但前提是要先抹除爱丽丝的记忆。在那之后，他也曾给布朗文发过信息，可来赴约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通过照片指认，爱丽丝果然没有猜错，去赴约的正是自己的上司琳达。难道真如卢加特所说的那样，是自己人出卖了他？其实布朗文一直被琳达囚禁着，琳达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就是替他找到失踪的纳奇姆。 I'll find him for you and bring him to you. And then you give me what I was promised. 看来他们在这之前还有别的交易。为达到目的，很快布朗文就和纳奇姆取得了联系。他们准备在一处公园见面，而爱丽丝在附近时刻观察着他们的动向。原以为可以螳螂捕蝉，可他却不知道，在中国螳螂的身后往往都会出现一只黄雀。突然出现的德士塔还认为爱丽丝是奸细呢。此时布朗文也见到了纳奇姆，他改变了主意，准备带他离开这个国家。也就在此时，琳达气场十足的现身，结果一上来就开打。 所有人都被高磁声波弄得无法反抗。琳达走进纳奇姆，给他戴上特殊的耳麦，然后将其带走。撤离时，布朗文突然说出了惊人的秘密，原来她竟然是爱丽丝的妹妹。